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阿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，咱其实之前捌录过祈祷，是，但是一集开始在讲什么时阵要祈祷啊，这物件。咱即个要来录一寡写了真好的祈祷文，有的是伫伊个圣歌本内底，有的是别个所在甲吹出来安尼。咱咧录即集的时阵，拄好是迄个肺炎较严重的时阵，对啊。这世间定定出现真大的问题啦，所以有一天吼，这个国家祈祷日、国家祈祷日，是。这部书进前敢知影？我知。1940年的时阵啊，就是迄阵德国即强的嘛，英国去用包围啊，因咧知影讲啊惨啊，佮拍咧应该拢死了，伊就决定讲先转来来讲，但是因为去用包围啊嘛，所以就爱派一寡船去甲接转来。真出名迄敦刻尔克的撤退了。对啊，最近有一篇电影嘛，较有名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嘛。但是在进前，丘吉尔甲迄个英国皇室啊，因为讲咱有一天那个定做是国家祈祷日，咱所有的人做阵来祈祷安尼。伊讲因的礼拜日，就大家拢去迄个教会教堂啊啥。尾啊，人是讲啥物？做者迄个。就这新下，譬如讲什么天气突然对应较好，短啊几工啊，尔的34万人有迄度登来到英国，就登记个拍落，尾啊到英国赢呢。所以到即嘛5月26号迄天，嘛有即个所在嘛讲，咱今日要来，就是较认真祈祷。虽然讲代志拢爱祈祷啦，但是有当时啊拄着较大的代志的时阵，伊有即个习惯吧，就是讲咱全国来祈祷安尼。咱今日要讲的祈祷文吼，有一个重点，甲顶个祈祷较无共，就是讲咱普通咧祈祷的时候，一般来讲啦吼，目睭刻刻啊，将家己的恳求啊、求赦免啊是迄个感谢等等吼，啊，照家己的心意摆咧地上帝面前。啊，祈祷文基本上是拢是写好的啊，圣公会啦吼，天主教因足爱读迄款祈祷文，啊，祈祷文有诶写了真好。有诶是人家嘛写了真好，咱今日重点就是要伫即个写好祈祷文啦，即个所在啊。对，个最近听了几项代志，我说我们没听过，就是咱有一集就这样听迄个故事啊，第4个故事啊，是，迄个写诶人就是 Van Dyke 嘛，范戴克，好，长老教会啊，都有一本或者Common Prayer Book 的。共同的迄个祈祷文诶，祈祷手册啦，祈祷手册。即嘛长老教会跟你用这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杀什么款祈祷文，毋过有一个迄个 John Barry 吼，有一个祈祷文，即长老教会真爱用一本。但出一本册的对，但即本毋是官方迄个，但是伫普通伫长老庄诶人诶中间，阮会真推荐即本。因为无数摆互我一本过，迄本嘛写袂歹，但是威廉巴克咧，是华语诶。那威廉巴克咧，甲伊比啊，威廉巴克咧，即嘛超会当代表长老庄，伊家己本身的这个系统诶人每一种诶祈祷拢有一个特色。你像讲有一寡较特殊灵魂诶人，因感觉祈祷就是上帝一定是要足我诶心愿诶迄落，完全诶，完全拢会照我诶意思互我。毋过伫长老庄会讲。你会使甲上帝讨，毋过后壁还佫加一句话，愿你指正，就是主祷文那句啊，主祷文那句啊。这差伫长老庄中爱尊重上帝旨意，上帝诶旨意是第一大，这个整个长老庄诶神学祈祷上面拢伫迄个内面。所以咱今仔读可能拢差不多这个感觉，感觉对，因为这今仔要读足侪拢是已经。放伫圣歌本内底啊嘛，做边讲这是为迄个祈祷手册来，为美国迄来，只是讲台湾无几本诶，对啦，无迄个官方一本就对啊。但是拄啊讲迄个 Van Dyke 啊，伊第一个主编嘛，就做一本，伊就讲你伫祈祷诶时阵啊，就是你甲上帝伫讲话，对，你咧读圣经诶时阵啊。对上帝在甲你讲话，所以这两个代志爱定定做。对，好，咱先来读409首，圣诗的409首后壁有插一个迄个祈祷文。对，咱先小介绍一下好啊。
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，对，以下竹中正夫是，是1984年写的。我查资料其实伊的资料无介济啦。只是讲伊是较特殊，伊是伫北京出生的。可能日本人占领伊个中国的时阵，代表出生的。其实日本的基督徒嘛无济嘛。但是伊是算因日本的基督徒足侪拢是知识分子啦，算讲是较早期的基督徒，就写袂少册啦。这个基督文是伊是或者早导，就是讲早起读的，无事上读啊。好，早起的基督，因我的上帝，阮甲你讲较早，愿你的名圣，清早开始工作以前，阮称赞你的阳光。求你更新阮的身躯，互因新鲜，亲像早起的花蕊。求你开阮的心目，亲像日头遮看迷时的黑暗，射出星光。求你救阮脱离一切的束缚，想使阮亲像天顶飞鸟，体开自由的膝，来开始一个新的旅程，恢复公义甲自由。亲像大水日日不断地流，阮感谢你今早起的温顺，以及甲你同工新的一日。阿们。所以这真好一个示范啦吼！咱透早起来爱感谢上帝，互咱新的一日。这新的一日对上帝有什款的恳求，伊写了足好，互我的身躯，互我的心神吼，对你来看拢是新的安尼。参悟伫这个世间，爱当帮助这个世间，互伊有公义、有自由。我感觉伊真趣味的一部分，就是讲你早起起来，头壳根本无啥清醒，你知道吧？这世界已经在运作啊，安尼。伊特别讲像迄个花已经开啊，像迄个鸟嘛在飞啊，爱你看迄个自然安尼，看边仔世界，而且伊个有讲到一句，就是讲爱迄个公义甲自由，亲像大水日日不断的流，这就是迄个阿摩斯书迄本内底嘛。所以伫伊个祈祷内面为家己祈祷嘛，为社会祈祷。这当然伊内面无讲到社会，但是伊咧公义甲自由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互我参悟伫这个社会内面，互你的旨意得到正，伊用真简单的字句安尼去表达。我感觉写得足好啊！咱来看另外一个就变暗时啊。其实暗时敢较要紧哦，有当时感觉。对，因为暗时你可能一工，你确定我要介绍这个John Berry的祈祷文吼，伊就是早起时的祈祷甲暗时的祈祷安尼。因为咱捌讲过嘛，像牧师是一工5改嘛，就是早起3顿，要困进前。暗倒算上尾一个，就是已经发生这个代志啊。可能有真侪爱反省的所在嘛。所以暗倒敢若较济。对，暗倒足侪真好祈祷文。咱先来读这个是圣歌本内底，414首 B。这就是为迄个美国长老教会迄个祈祷崇拜手册啦。老师来读吧。好，暗倒，上主啊，你有创造今仔日。你也有创造暗暝，想使光，互阮生活舒适。求你使阮恬静，互阮心神平定，互阮会通听到你的神微细的声音，伫迷茫中也会通感受到你的近话。求你使阮新的生命有力通过爬起来，通传播称赞俄罗你，也将基督保护这个世界。因为伊做王治理到万世代，阿们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暗道，还有第二个，咱用材料来讲的425 B， 这嘛是为迄个手册出来。主阮的上帝，求你保护你的囝儿，互阮得到平安，直到你的日临到，佮起做你公义治理的时，求你的圣神对阮内心激起仰望你新日子的光。也对你的囝，阮国外主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光来引导阮，阿们。主要是讲到暗时的时阵，定定拢是讲，互咱心情平静、安静。可能今仔日发生真侪代志啊。是。有当时也袂记讲有神在你边啊，啥。就这时阵去提醒家己，会使好好困一暝安尼，休困。
也是差不多有这个感觉啦。但是就像博士开始讲的，伊加减拢讲着讲，这世间是一个上主的掌权的对啊。对，毋是讲记得讲我要做什么代志，一定来互我成功安尼。对，毋是迄款成功神学的祈祷啦。哈，这帮长报有气力啊，参悟伫这个世间的事，因为我参悟互世间更较可爱安尼。这款祈祷，伊则就讲，佮起做你公义治理的事嘛，吼。所以袂使讲啥物爱趁大钱啊，像。咱私人的祈祷是会使祈祷讲，我需要钱啦，上帝叫你帮助我，但是这个过程求助你甲我上下地，一切拢会当照住你的旨意来做啦。我要趁钱，你用无适当的手段，迄就毋好啊。基督徒嘛真侪好家人啊，上帝嘛是互伊好家。哎呀，我是你刚听人讲，我讲嘛嘛道理的，讲因为圣经内底定来讲那种伤济钱就烦恼的嘛，对了，所以主要是心情平静较要紧啦。对了，这是第一啦。对，那有钱无钱就回事，莫互你安尼善巧讲爱去抢劫啊，做歹代志安尼，莫有款考验。我讲一个小故事吼，我一开证婚的时候，伫证婚的祈祷中间吼，我祈祷一句话了，有一个回忆是华语教会感动啊，特别来讲，大汉到即阵哦，毋捌一摆听到牧师咧为即款代志祈祷。我讲求主帮助因吼，互因物件够用，帮助因，毋通互因伤过散车，因为伤过散车会损害因生活品质。我嘛无求你互伊特别好个，总是主恁若要互伊财富，求你互因慷慨分互世间的人。迄人了讲，伊会散车互伊影响到伊头咧追求信仰的心。伊讲我毋知影讲，这会使伫上帝面前祈祷。迄这当然当伫上帝面前祈祷，毋通互我散车甲我追求的心都无去。对啊，我是感觉讲会使讲出你的软弱啦。对啦，对，因为对像伊个主导文安尼嘛，就讲你嘛是爱讲。无得带阮接入去，迄个我足爱祈祷，无得带阮接入去。我讲有当时人看人跋倒的时候，人伫边仔笑，讲毋通笑。迄你若伫伊个状况的时，毋知到底你感情较比较坚强，他嘛毋知啊。对啊，这有闲话写就好呢。就因为这吼，即款祈祷文拢有人写草稿啦，写草稿了后，有几个人看过，看过佫足侪人读，足侪人读无提出修改，即款物件基本上就是拢真好当个物件。对，这是258篇 B， 这是圣公会台湾祈祷文。圣会应该讲是为英国遐开始的嘛。对，就是讲因就足爱读祈祷文的，非常爱。大概若伊个历史袂记起啊，就是讲第一宗教改革的时阵啊，对，德国是路德马丁一派嘛。对，内陆家的，英国遐是因为迄个亨利八世想要离婚呢，我要离婚，迄个时代嘛，迄个气氛就规矩讲，阮不爱插你啊，离开天主教会，所以有人讲伊是新教内底的旧教，对，旧教的色彩较强啦，因为有一个主教坎特伯里大主教，伊嘛就地位的，袂输个教宗安尼，但是伊甲教宗用分开啊。对啦，较等来看圣经一派，就是讲伊圣经是较悬的，毋是讲教宗的，还是讲主教会使决定啥物件。对，所以差别是安尼啦。这是因的公道文。我厝一本圣公会的公道文，有当时我嘛真爱参考因的公道文，我感觉写得袂歹。所以因就是有一本嘛，因几本的。对啊，但因几本内面就是讲。结婚的时的祈祷啦，生囝的时祈祷啦，跋倒的时的祈祷啦，趁钱的时祈祷，因为我感觉足有的啦。内面拢有真侪祈祷文，感写得足好。对啊，不是想读来为教会祈祷，主必的天父，愿为主圣公堂的教会谦卑恳求，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平。既若有腐化的所在，求主革新。既若有错误的所在，求主纠正；既若有过失的所在，求主改善；既若有正义的代志，求主加强；既若有欠缺的所在，求主补足；既若有分离的所在，求主补合。这拢是我靠主的圣囝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有6个，既若，就是既若台语的意思就是。那是有的意思，弱势怎么样？ if 安尼，那是比如讲拄着错误的所在，
助球你讲改正的呢？他是用纠正纠正啦，纠正嘿，有过失的所在，嘛是有改善的机会。这是为整个的教会祈祷文，我感觉教会常常爱有这款主角，毋是讲教会最后决定的一定是对，伫无人看见是讲忽略的所在，主求你帮助咱，毋通去犯错。因为你想一个上简单呢，你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德国的路德会，对，德国路德会拢点无出声你甲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时，人你倒转来咧反省德国的路德会讲，恁伫迄个时阵是对希特勒这款的作为，结果恁连一个反省声音都拢无。尾啊，应该有啦，尾有忏悔啊，系啊，但是迄个时代有几个牧师嘛，办好法嘛是啊，办好法就是啊，但是规个教会是无啦。对啊，迄有当时就是讲痴迷到一个程度，变做正人的痴迷啊。所以安尼想起来，这篇名真特殊的，真特殊啊！嘿，你毋通感觉讲教会拢袂跋倒，对。有当时啊，教会一群人所变成讲，即个错误毋愿意去承认。你个想讲遐尼大的教会，罗德宗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竟然大家点，足奇怪。但算讲即嘛较无战争啥，足侪教会嘛问题足侪嘛，对，咩乌钱的啊啥啊，对，嘛是新闻拢有啦，就是讲教会嘛是会跋倒啦。台湾某一个教会我们莫讲啊，教会选出一个，大家嘛感觉讲真会当信任的人。牧师的退休金逐个月缴，收到某一个程度，迄个怎摕来做走？有这代志，你要信啊？毋信啊？这发生是这毋是个人呀，这影响到全教会呢。应该毋是顶了教会啦，听起来。我莫讲啥。但是有当时你看教会公报内底就有迄个处罚的，讲带一个什么牧师因为违反啥来处罚，对，有当时就是安尼，所以。我感觉这篇祈祷文袂歹，就讲你要承认讲教会有当时会犯错，对，你嘛不是爱为着教会祈祷，对，毋是讲你家己好，尔是希望讲这个教会人拢好安尼。426篇 B， 看这才是袂歹，因为这样有当时祈祷想就是你信仰反省，你边仔人你家己安尼，像这边的主题是讲为着迄个做夜班的人祈祷，就像讲。咱即嘛拄着这肺炎的时阵，咱可能都会想着讲台湾的医疗现在真要紧安尼，有足侪人拍命咧做工课，你才法度过即个日子。像即篇就是杀去讲为着迄个做夜班的人，无说知影陈同志这个背景嘛，可能就是避免啦，就较无爱互人知影是啥事啊。对啦，但是写就好诶。这真正是为别人祈求的一个范本啊！这个人伊是顶到教会内底现代人嘛，现代人是新人伊咧教册人，所以即个你读起来感觉讲，甲咱即卖迄个语言较小啊。请牧师，好，为当夜班的人祈祷，感谢上帝引带阮平安经过一日。伫阮休困以前，阮要为济着伫夜间工作的人祈祷。一父母、囝儿、亲友、外劳，继续地照顾年老、虚弱、失智的人；一医生、护士、医务人员地急救、医治、照顾身心病痛的人；一老师、学生拖野生的身躯去夜间部教册、读册，还是开夜车拼功课；一失去家庭、流离失所。无地安息的孤儿、寡妇、游民，一警察、警卫巡逻保全，伫保护阮甲社区的安全；一技术工人伫换机器，制造各种科技工具实物的产品；一计程车、巴士、火车、船、飞机的驾驶，继续伫载旅客到目的地。主啊，求你使因平安。互因会感受到你的疼甲怜悯，修饰因清醒的精神，敏锐的眼光，健康的身体，快乐甲热情，互因会享受因应该有的人权，领受因应该得的报酬，帮助因会尽因的本分甲责任来完成所受的交托，也会用感恩欢喜的心。找到因人生的意义甲目的，
奉捌做工人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因为写就好啊，写就好啊，真婉转，真婉转。即讲即嘛，人袂讲话了啊，即系讲迄个义工，义工安尼。你若安尼读了，你就想讲，有影咱咧困的时阵，即侪人拢无得困的。对了，对了。为爱赛车，为爱什么顾家器啊，个有诶可能无所在通困，嘛是需要诸位看过啦。对了，上尾即个我感觉讲到最好诶，咱定讲诶，什么红客耶稣基督诶圣主名来求嘛，伊会讲红客捌做工人诶主耶稣基督诶名来求，就好诶好。我是讲，这是较特殊诶所在，因为足侪教派，还是讲足侪宗教诶迄个相关诶，可能拢是啥物王啊下来，伊即特别强调讲，基督是这是咱诶信仰诶特色。这我讲你暗时你也跟我讲啊，今日过要真顺遂啊，毋知要祈祷啥时阵啊？你讲这祈祷文真好，读一摆你嘛感觉讲我跟他提醒家己安尼，爱感恩好啊。继续是469B， 所以其实宪法本这内底足侪足好啊，足侪宝贝呢，足侪宝贝。因为即马大部分拢是用迄个，就是电视的 PowerPoint 嘛。足少人有摕着宪法本啦，我是因为要录这节目，我来去买一本安尼。因为你咧看迄个电视的时阵啊，就看他讲你一首放出来了嘛。对，别个所在你也袂去看。对，所以你若有即本，你就有当时要拼拼的。那有这有影写就好诶咧。安尼看469B， 这是印度来的。对，为普世和平的祈祷啦。这应该毋是基督教的，但是因为以下的内容啊。甲基督教这袂啥冲突。这个基督文我无介清楚，不过这个下伫咱的基督文内面是适合的。因为伊本来是印度一个或者耆那教吧。耆那教的。其实这个派本来就是一般来讲是上追求和平的，就是可能食菜啊，我拢袂去杀啥物件啊。这个基督文啊，的讲到美国达维安团到尾啊。全世界就这样爱摕来用安尼。无书读讲咩？来，普世和平的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引带阮，对死亡到永活，对虚假到真理，对绝望到毋茫，对惊吓到信靠。求你引带阮，对怨恨到仁爱，对战争到和平，互和平充满阮的内心，阮的世界，阮的宇宙。求你使阮三工做梦，同齐祈祷，同齐做工，来建造一个互全人类得到和平公义的世界。这个英文的嘛写就好啦，变成台语了嘛，我们感觉写就好。就讲，比如讲为虚假到真理安尼，为绝望到毋茫，本来是真无好的迄个情形，然后变较好安尼。另外是讲，大家做伙拍拼啦。同齐做工来起造一个和平公义的世界，这较特殊，就是因为伊是印度来。另外继续来，这个是无数摆读过。这是足出名，这已经是世界大众语言拢有翻译的基督文啦。但是我操作到发现讲。有人讲这不是写的，那个对，方济各嘛 ，Francis， 有翻这圣法兰西斯，对，翻这圣方济各，伊是差不多12世纪，出生在意大利，本来厝是好家人，尾啊，他放失一切安尼，所以你即马看来讲，穿迄个啥麻衫，无迄个腰带，是用一条绳啊绑迄款的，差不多是这个牌，咱嘛捌讲过嘛。因为定人外口讲道啥，买看了鸟啊啥伊嘛，鸟啊讲道，所以伊是算伫包括天主教、新教内面，加起来内面伊足特殊啦。伊感觉万物拢有上帝的神伫迄内面啊，语传道呢。伊有封信啊，伊封信迄日啊，即嘛嘛是联合国迄个世界动物志，就这样讲一下，但是冇资料讲。这到差不多20世纪时，他出现法文的版本，较早进前无找到，所以有人就怀疑讲是不是写的，但是无紧读就知。不管如何，我感觉这个祈祷文真正
互我足大诶反省啦。这篇祈祷文是真好诶反省诶祈祷文。那牧师搁读一摆吧。圣 Francis 诶祈祷哈，法兰西斯诶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赞我成做你和平诶器具，伫有怨恨诶所在，也仁爱诶种子；有分离诶所在，也合一诶种子；有错误所在，也真理诶种子；有伤害所在，也赦免诶种子；有妖奇诶所在，也信心诶种子；有失望诶所在，也盼望种子；有黑暗诶所在，也光明诶种子；有忧伤诶所在，也喜乐诶种子。至圣诶主啊，但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，是去安慰人；较毋是追求受了解，是去了解人；较毋是追求受人疼，是去疼别人。因为对互人，我要得到；对赦免人，我要得赦免。伫丧失性命时，我要得到我到永远。写了实在足好诶，嘛有像迄个主祷文内底讲诶嘛，讲下面阮诶辜负，亲像阮嘛有下面辜负阮诶人，对，所以嘛一句就是讲，对下面人，阮要得下面嘛，这等于就是迄句诶，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表达迄个柴契尔夫人啊，就职诶时阵嘛，迄时阵嘛就这样无爱，就是看伊就无顺眼诶。啊，伊刚去迄个，即嘛你去迄个网络去找着哦，伊去第一届要行入迄个国会大厦时阵，去有记者包围安尼，伊就发现讲，伊讲啥物拢是假诶嘛，伊以后做啥物代志来证明，讲选择伊是正确诶。对，所以伊就规矩就啥拢无讲，伊就读一段，伊也要背呢。这段是特地背起来。对啊，所以伊讲出来了，大家煞毋知要怎问伊。甲有诶祈祷文差真济，是讲，定下你会祈求讲，我有啥物困扰啊，希望我得到啥物物件啊。但是这祈祷文全部拢是讲，若无好诶所在，我要去改变安尼。伊是要讲好好祈求去做啥物代志。对对。譬如讲，但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，是要去安慰人。毋是用家己做中心啊，用别人做中心的，对对，真主非常不共款，对，所以我这较毋是追求受了解，是去了解人。哦，我感觉这是足歹做到，求上帝帮咱啦，帮咱啦。啊，所以这有大用会使甲背起来，真好，迄个。啊，继续是573B 573B， 这人或者尼布尔，尼布尔，真好。这是为美国来的，啊，因爸爸德国人，因爸爸对德国去刷去移民去美国的。啊，伊是迄个耶鲁大学，耶鲁的博士，毕业。啊，捌伫哈佛教过册。啊，较特殊的是讲，有一段时间伊走去迄个底特律，伫做牧师，迄13年对伊影响足大。啊，底特律啊，介绍者，我捌去过，遐就算我即马来看，伊嘛是全美国治安上歹的前5名，较是迄个工人的所在。早期迄个做什么汽车，上拢为遮来的。啊，早期哪有啥物落款啊？啥有无？恁当然是做工课加班加无眠无日安尼。即个尼布尔就是去迄个所在，因为希望讲会使改变遮啊嘛。互迄个受压迫的人得到安慰啊，有宽恕的人，哎，记得讲爱照顾迄个艰苦人安尼，所以我感觉伊这篇祈祷差不多讲出伊的想啥安尼。我想小个补充一下，尼泊尔因兄弟姊妹大家拢足厉害，伊除了我若记无毋对，因大兄无读神学以外，因遐大家拢差不多甲神学院有关。啊，咱即摆来讲 Reinhold Niebuhr 吼，这人伊还有一本另外足出名的册。我做道德的人，甲无道德的社会。啊，内底是讲啥？伊就是讲个人会当讲良知啦，团体袂当讲诶啦，团体爱用约束诶啦。哦，所以伊嘛是感觉讲爱有对啊，直接去改造这个社会对，你袂使挖克大家。个人诶良心要改建整个社会，伊感觉无可能啦。啊，有一个小弟叫 Richard Niebuhr。啊，出过一本嘛有中文本，足出名的基督教文化。有可能是历史的物件吧。伊感觉基督教文化几啊种形态啦。有诶就是基督去影响文化，
啊，有诶是基督甲文化互相妥协，啥物为了种形态，哎，确实先学诶的，也是新学诶物件。Reinhold Niebuhr 是他都咧讲，迄13年伫特里哈，伊感觉迄13年对伊影响真大，因为就是顶教会内面足侪嘛是好野人，啊，无足侪嘛是善车人，特别去福特，对，啊，入去看，我迄阵也无空调无啥，伊感讲伫即个所在，你家讲良心嘛无效啦，一定要用一寡制度去改变，互伊一生做新人哦，就足大诶影响。对，所以嘛，伊嘛影响迄个马丁路德金真大呢。嘿，我看到资料嘛是安尼。啊，伊这记得可能甲伊做社会运动有关系，恁读就知影。好来，你不记得上主求你使我平静，我会接受我袂当改变的事实，使我勇气，互我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，使我智慧，互我通辨明这两个中间的无常。逐日逐刻用心生活，逐分逐秒享受快乐，将困难看作通往和平的路径。愿我会亲像我主，正面看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，无了家己的意思做意思，诚心顺服上主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拢得成。安尼，伫今生我有理由着欢喜来过日子，伫来生要甲主永远享受无比的快乐。阿们。对啊，我真爱，我最爱伊头前三段。Give me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changed。有当时咱会伤过欢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毋知影啥物会使改变，袂使改变。对。啥物时阵爱休困啊？啥物时阵该继续冲安尼？这是真需要去分辨啦。第三句啦哈 ，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one from the other。你若有这个智慧，你就记得就会过，讲实在，你会心情较平静安尼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啊，我感觉嘛是讲，你若相信讲后壁拢有上主的旨意啊，你的随时拢会使较平静安尼。啊，但是你嘛要真拍拼，比如讲你会逐日逐刻用心过生活。啊，另外一句就是讲迄个原理的旨意拢得成嘛。这牧师一开始就有讲啊，拢爱以迄个上主的旨意，毋是你命令讲上主啥物代志帮你做好。迄个阿拉丁神灯啊，迄毋是上帝。我顶个说说咧，你出来你得照我意思去做。啊，若无照意思的，圣经摕去写写安尼。好啊，这边其实就有名。我但还未接触张罗宗进前，我都捌看过。英文的版本啦。最近咱才讲，伊其实在写咧圣歌分内底。我补一个哈，补一个迄个 John Barry 哈，这普通版读新人的人拢感觉德语也较厉害啊。德语也是那较个康德啦，吼，什么啊？这个就是安尼啊，较厉害啊。尾啊吼，有一摆阮老师咧讲，有啦，用英语世界吼，有两对兄弟啊，足出名。这个是 Niebuhr 哈 ，Reinhold Niebuhr 跟 Richard Niebuhr 都要介绍一下。他介绍啊，一个是这个 Barry， 一个是 John Barry， 一个是 Donald Barry。迄个 Barry 这两个拢是张罗宗这个系统的人嘛。啊，伊有一本有那是基督文啦，吼，有早道有暗道，伊有做师道日新呐，基督文哈。我推荐大家看去背。书人的书，基督的道，书道日新。日新是师导日新啦，日新大戏院。啊，我读伊中间吼，伊23迄天暗道吼，大家听啦吼。永远不变的主，求你听一光照伫我心温饱的所在，我较会当赢过我内心的黑暗。伫暗时帮助我做下面的反省，我做人做事是毋是照你所想事我的良心？我是毋是对别人要求过头伫对家己的要求？我是毋是对别人过失毋肯宽容？是毋是为了爱名声，伫暗中家己都无法度坚持的道义，煞伫众人面前咧坚持？主求你帮助我伫你面前诚实应答这个问题。我是毋是互肉体欲念较赢过灵性的需要？我是毋是看本身的利益较过头伫团体利益？用阮我伫你的面前诚实应答这个问题。伫我日常生活中，
我是毋是有勇气去担当困难的事？对伫我所得到的恩典，我是毋是有存感恩的心？我是毋是简单掠不有事业顺利，别人好款待我，做人生意义的目标拿定？若是别人甲我有相同的遭遇，我怜悯别人心，是毋是甲同情家己的心一般样？主帮助我伫你的面前诚实应答这问题。上主啊，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，我内面有正直的心，奉主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哦，这要求就管咧。我有听你跟我讲，我想来爱读，我就讲这最勇敢的。这真正吼，好读这吼，比迄民间宗教讲啊，我这个拜对啦，啥？赞助我他差遐多啊呢。我明白几号，进来唱。但是这讲实在，这你家己读嘛最勇敢的呢。因读落来，你会感觉讲，家己有影差足济。我感觉讲，这本也无从比你这边写。所以你会知影讲，这祈祷文会使到啥物赞助。啊，伊个有一个较老的，咱就差不多讲了较近代，有一个最老的，嘛拄要补充一个迄个爱尔兰的故事。差不多春天的时阵啊，3月17号即天或者圣派翠克节。我以前住美国，这真大的节目。即嘛定看新闻嘛会看到嘛，就是拢穿什么青色的衫啊，有什么三叶草啊，大家出来迄个庆祝啥。但伊背后的故事，就拄会使互你知影讲，爱尔兰这个所在的故事啦。因为伊是一个英国人。伊5世纪的时阵，差不多1500年前，迄个时代英国是有迄个罗马统治。爱尔兰就变成讲那是参政啊人啊，是讲野蛮人安尼。伊怎毋知16岁就去互迄个爱尔兰人甲bắt转去，做奴隶。做奴隶做6年哦，逐工怎么样迄个饲羊啥？但是伊就看迄爱尔兰讲土人嘛。伊家己嘛是继续一直祈祷，到一暗暝就想，伊就迷茫茫的讲，伊会使转去啊。伊刚爬起来的去海边，都有影有船甲接转去安尼。尾来伊怎变牧师？尾来伊怎想了，伊个决定去走转爱尔兰。伊感觉讲袂使，我家己得救尔。遐人会安尼，我凊彩人去做奴隶，就是因为伊无教育啥。伊怎去转去？所以这故事甲拄啊祈祷拢有淡薄仔关系，就是讲，你为一开始祈祷家己好过了，你会想讲去黑暗的所在，你也去创造公平安尼。所以这真有名，这个圣派翠克的祈祷，本来是英文的啦，嘛华语的，我感觉华语翻了无介好，我就甲翻做台语安尼，请牧师读。圣 Patrick 的祈祷，今仔日基督保护我。免受毒害，免受火烧，免受水淹，免受创伤。有一天丰盛的报赏会临到我。基督陪伴我，伫我面前，伫我背后，伫我下面，伫我顶悬，伫我正边，伫我倒边，伫我倒落来时，伫我坐起来时，伫想着我的人的心里，伫讲着我的人的嘴里，伫看着我的人的目睭里。伫听着我的人的耳孔里，今仔日我兴起，我靠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呼召甲大气力，我靠对三位一体的信心，我靠对伊一的上主、万物创造者的告别甲悔改。这较特殊的所在是讲，伊爱提醒家己讲，基督一直在陪伴你。第一头前伫后壁，伫顶头就是无所不在，对。而且随时会保护你。不管是有拄着歹代志啊，像肺炎啊啥，拢会过去的对。所以这是甲伊做过6年的努力有关系啦。所以也提醒家讲，伊毋是一个孤单的人安尼。而且伊伫祈祷的时阵，即阵嘛会伫思念伊下，嘛会为伊祈祷，其实真安全，嘛真温暖，就这样的。但迄个圣派这个节时阵，家己摕出来祈祷。但咱今仔讲较济是讲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使摕来读的。慢慢你甲
来化了，你得真搞记得。对啊，我感觉祈祷文的好处就是安尼，读这款祈祷文啊，帮助咱更较有信心啊，知影要安怎去祈祷，会当帮助咱提升咱的信用。我想要讲一样代志啊，毋是会友啊，想到的祈祷可能是迄个汪倩玉首歌或者祈祷，我是应该捌听过吧？我知。这首歌是因爸爸写的。书是因爸爸写的啦。曲是迄个日本的。因为汪倩玉尾啊拢去日本嘛。是。但是讲因爸爸退休下，即马听讲伫迄个双联疗养院的。几年前有一条新闻，就是讲汪倩玉回来看因爸爸妈妈，去遐唱歌。无是捌去过嘛？那三只啊，只捌去讲倒过咧。听讲迄个入去遐爱排队呢，排3年是几年呢？环境就好诶呢。但是我咧查咧资料时，伊就发现讲，伊个祈祷文写诶内底就较民间啦。譬如讲，伊会写讲，互咱敲希望的钟啊。看袂到失败啊，互成功永远在啊，叫成功永远在安尼。但是伊嘛好听嘛，伊个曲上好听，所以定定有啥物921有较大诶代志，有这样的唱一条歌。今仔这听来了，你感觉讲祈祷会使到另外一个层次去安尼。无说嘛是希望大家定来祈祷嘛。当然啦，就不是祈祷特别嘛为台湾的目前的情形祈祷啦，为台湾所拄着的困境哦，包括是疫情啦，包括是对面质感咧降下啦吼。为这款代志祈祷啦。你头来知影讲，不管是好是歹，拢有祈祷的需要啦。对啦，因为世界就是一直拢需要和平啊，公义啊，啥一直拢有艰苦人。想要金句吗，牧师？咱金句今日来读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第20到第30。凡事着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系，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。搁一摆吼，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第20到第30。凡事着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互相宽容。用和平互相联系，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。